日嚟開呢個Panini嘅 Donuts World Cup 版本，咁應該今日唔知係咪香港嘅 release day 啦，咁我就買到啦。咁個價錢其實好似睇同 Panini 都差唔多價錢，3600幾。咁我見到佢就有張布底簽啦，一個 V-neck 啦，咁 insert 佢有冇講？冇寫 insert， 15個 insert， 3個 number 得。咁睇下開唔開到美斯啦。當然最想要美斯喎。如果冇美斯，我都想要龍門嘅 Duo 套啦。一包有30張，都幾多。伊薩卡、瑞典、美國、Illinois、西班牙、芬蘭城、烏拉圭。第一張閃貓嘅，挪威、Tina Adams、尼日利亞。第一張限號愛爾蘭199。卡哈 match 3張 number， 咁就出咗一張 OK 嚟喎。摩洛哥就出緊 base 啊，去域傾啦。佢呢啲好似 optics 嚟喎。即係類似 com 咁樣，麥卡利斯啦、奧利斯、insert 張普通 insert、DS、insert， 即係可以翻 base 啦。機表單俾你。
10/5 Oh my god！ 低鹹但唔中人。出咗3張。又係199 off 181 187。
時真係乜料啊？乜料啊？Simons 讀佢自己又係 United States 中嘅 patch 啦。Why 99 of 31應該入到。Magicians沙利，好似擺呢度，咁啊，香南迪斯，之後到 Optics，英格蘭，呢個係咪行好啊？199 of 74，絕對有行好。Oh my god！ Muse more bomb。上簽名算係間中人 ，Nico Williams、格林迪斯，有冇啲大煙水啊？諗嘢真
咁冇就冇啦。Gravity 普通嘢，算英文，最後3包。101 Oh my god 第一張101但呢個邊個嚟啊？嚇？摩洛哥search 101 Oh my god 唔中人啊！冇嘢好講。挪威Magician 低限
Rashford、Dominator、馬天尼斯、Portugal、Marvels、麥巴比、即係綠色邊，墨西哥99/39。完，莫美斯 1 of 1 5 of 10 Magicians